神话地堡的不老之乡，古代人前不露出的先体，祭祖岛，韩国最长寿的地区。蓝色的大海，高高的山壁，也是东方夏威夷祭祖岛。现代有名的廖家圣体，古代神话地堡的不老先体。许多人来祭祖岛，是为了来看呀世界新奇态很得有嘅景观。古代人没是为了不老草特别来呀，看来祭祖岛对头拜多见，都是许多人上来嘅神奇岛。祭祖岛面的平均年纪是82岁，以前是一块沼地，更加是一个松树岛。因为石头岛、风岛、山岛，祭祖岛是唔适合耕种的岛。以前是的都是水泽水色的，一片四面是海，愿意深度上，是咪可以睇一片海地堡寻到祭祖岛松树的秘密。木工业污染。祭祖岛嘅海水相當清澈，適合海洋生物嘅生長。當天然嘅松樹可能係同大海有關。聽到祭祖島嘅海神，有可能會看到海魚嘅身影。祭祖海魚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。更加睇祭祖島能存4200人嘅海魚，平均年紀係65歲。願意準備去祭祖南部一定外島飛揚島。去尋海魚松樹的秘密，因為1000年前因為火山爆發來形成的世島，係歸到海魚的陸下。願意愛尋的都係基態，都係從事一份行業的文家山姊妹。文家山姊妹平均年紀係60歲，也還唔算係青老的海魚。聽講當地目前最老的海魚已經80歲嘅。文家三姊妹今日早上準備入海尋海味。唔得好，唔得好，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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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等佢結束咯，仲可以做好裝片而出海嘅。我哋今日溫柔到乜嘅呢？應該係海咯，海咯啊！哇，呢邊係有幾多喎？唔看幾多人都會出海嘅。航海的古老的行業已經有超過700年的歷史。喺以前，沒水潛海味係當地主要經濟來源的人台，海魚貢獻了祭祖島60%的漁業收入。一定差唔多跳落水嘅，也個位只係一定同上總共1點嘅起點，一定相當有經驗。你那只個做得牛到乜嘅東西？好嘅咩？好誒，唔得下落去嘅，冇唔錯。等一下見。海魚係祭祖島松樹嘅代表，而家秘密都係對些訓練身體同透氣量，還有國家上色海地度最新鮮的食材。今日出海本來看到海魚味道生發，勇敢挑戰大自然嘅精神。一隻嘅海魚過到70-80歲嘅還體做，潛水一個舌頭還有運動，不一定嘅身體變得改雜，透氣量咪改大。亮哦耶！飲到亮海咯！除了海螺，祭祖島嘅海度還有幾多嘅群海魚嘅，比如講白帶魚、蛤蟆魚，還有塔殼。還可以有牛到乜嘅麼？哇！俺牛到一起海咯，今日做嘅海鮮都做得上市咯。哇！佢到海咯，人家就係海螺最多嘅季節，
故所一定都會去飲一個海咯。哇！安尼都做得出嚟啊？做得吃假事，這件事錯錯咯。錯，嗯也對如果新鮮哦。一睇噴水，安尼就怪好事嘞。佢先甜哦，吃完海水嘅面試。海魚唔是要用起殺皮，如可以抹下去20公尺嘅深海地位。如果因為工作風險高，一定專門留谷貴嘅海產。比將講保護，愛睇鑼鼓石碰地位能驗得到，有一天難度同門檻。有一點海咯。濟州島嘅海魚係有另外嘅名稱，叫做濟州島母親。按多年來，一定勇敢落海下去驗海產，就是為到為保世世代代嘅濟州島民。我感覺一個名嘅一定擔當得起。歸到啱方，海魚如愛加加處理撈到嘅海產，來保持最好嘅鮮度。願意同文家天野阿姐見面，睇做下用新鮮嘅海產來做鵪鶉。願意嘛搶購以濟州嘅松樹食材，不落錯。一個就是不落錯，其實有一些像綠嘅米，故所沒很多綠米草，唔過更加唔係季節，故所也係洗澡嘅嘢。見面者講濟州當地人常常是也為人家講不落錯嘅海草，可能都係因為安尼濟州都有幾多嘅松樹嘅老人家。伊講當地人相信也為海草對癌症嘅病人有幫助，有幾個嘅規則，還有其他嘅保健功效。見面者準備做不落錯攪拌，把洗澡不落錯浸水洗清。如果係用熱天薄地位同白米向下煮，今日這準備嘅香撲撲嘅海產料理來招待願意。今日飯桌上嘅幾項菜，都係來自濟州嘅大海，海鮮大醬湯。主要嘅食材，如果今日鹽都係海螺，螺肉味道貴似，有貴國嘅卵白質，亦有盤中民族嘅好名聲。今日再講韓國有一間建議，免疫一碗大醬湯唔是開藥房，大醬地度嘅內酸菌同高馬菌可以幫助消化。免疫啉大醬湯，得到胃癌嘅機會可以降低一半。今日再講，我請願意是濟州島最有名嘅拍帶魚，而伊基本要愛做嘅都係韓式辣醬鹹帶魚。濟州島把大海看成一定嘅田，係一定生命嘅根。也以貴族嘅海產大船，都係一群海魚辛苦釀過來嘅成果。大家聽下聲。胡蘿蔔食起來脆脆，本日飯加一些香味。鵪鶉以後，見面者還講願意去邊海魚愛買本人客嘅紀念品。見面者同願意講，而喺22歲都開始沒水，大部分嘅海魚都冇想過愛退休。
一旦因为身体还健康，如要继续没水，如果到90岁嘛会做。吉米说讲也阿妹今年虽然已经89岁了，但是在海山太出的季节，嘛会吞他家强下末日海度。去每种开路按重数呢？系啊，我哋改善忙，还有明日都是最新鲜的食材。吉米说讲，一旦在海地度唔是始终都可以舒生，故说他家如带顿快乐的心情去工作，也可能就是海人人一输的秘密。济州岛的大海自古以来都是澎湃多年的。近年来无耕无种的土地，喺对马嘅时节开始变得物产丰富的呢。屯文家三姊妹分开以后，愿意回到陆地上，继续研究济州岛的饮食文化。济州有个岛冲安尼太草坪，草坪面积达到6.6万公顷，创业安好的自然条件，系享牛马嘅好地方。系13世纪末，蒙古军队来到济州岛，就系看上嘅一点。一定带来嘅蒙古嘅马嘅退休嘅技术，第一只嘅建立嘅马嘅牧场。济州有一句话讲：人降下来如果送到苏尼，马降下来如果送到济州。济州岛民改好畜马尾，马改好马肉。马肉已经对传统嘅饮食变成现代人嘅健康食品。济州岛民把马肉看成营养丰富嘅健康食品。可以人人一蔬。马肉改好是毛糯米，马肉做得提高细奶嘅体力，外上也可能如係运动员改食11種肉嘅原因啦。大家喺有來濟州島了嘅話，就應該來試看啊。馬肉傳統嘅頭家精神良講，就睇貴賓如果用最好嘅食材，而親身安排，你願意準備幾項馬肉料理，其中有上椒馬肉。馬肉壽司，還有鹹馬肉。用心準備嘅3項料理，表現到濟州人真心待人嘅熱情。哇，也一做都係馬嘅肉，我同講哦，你係想係多牛肉用嘅煮，馬肉都做得用嘅煮，我哋要對哪項開始食？對一盤開始，對一項哦，我用嘅食，也係我第一擺試上嘅馬肉，有些緊張。伊冇嗰種傻傻奇怪嘅米絲，米絲淺淺嘅，點都比牛肉嘅米絲還過淺。我見過到馬嘅不是走，牛嘅個結實應該食起來會更硬，唔過伊乾嫩呢，乾軟，好食。哦，多謝。冇錯米，也個真是嗰種煎牛排，唔過也係煎馬排。睇起來幾奇怪，做乜嘅冬天人會認為馬肉幾養生咯？因為馬肉冇幾多嘅油，卵白質幾高，對身體幾有幫助。檢頭家講，濟州以前係蒙古、朝鮮、日本還有中國嘅殖民地，飲食文化地位嘛有一個國家嘅特色。13世紀末，蒙古人來到濟州島，嘛帶來食馬肉嘅風俗。好，一個同一個強下食，哇，好食，煎嚟過後，又見真嫩呢，佢從伊咬下落去都面係咧，
好食。哇，我貼片咯，我冇聞到買嘅肉質係安尼嘅，睇我概念度，買肉豚是否係連接起來嘅？買本來就係古代嘅交通工具，還有上站用嘅嘛。唔過睇記住到，是馬肉、鹿豚，還是雞肉、是牛肉同樣。其實還有更多嘅地方，像日本、西班牙、意大利還有法國，沒有是馬肉嘅風俗。啊，卡球的祭祖，让来天白些，嘅係滿山下拍嘅四拍花，祭祖土地上那我一地不散。蒙古軍人當年帶來嘅馬帶來嘅種球馬嘅技術，球馬喺祭祖嘅火山上嚟地度表現過強嘅生命力，落嚟生根，變成祭祖嘅救命糧草。嗰條架團員而講，球馬係祭祖當年最好嘅健康食品，佢們也要親身煮好食嘅球馬麵搶願意食。一個係山雞肉湯頭。頭家睇球馬麵地度加係山雞肉，因為山雞肉亦係屬於個文化，都好綜合嘅韓式嘅球馬。湯頭地杯我會加入蘿蔔咧，因為有嘅人咧會過唔滿，故所按嚟做得幫助球馬麵咧消化。嘿，唔想我來韓國上班，一天我來捱長堂嘅啊！天嘅長堂哦，好啊！嗰條架講球馬營養豐富，可以減肥，嘛可以降低膽固醇，幫身體健康。祭祖本來係一塊沼地，許多國家都冇辦法種，除非耐寒、生命力強嘅球馬。故所球馬都變成祭祖島民主要嘅食糧。先加蒜頭，再來加一些胡椒。用一些胡椒。唔是太多。按你都做得咧。試試咧，我冇客氣嘅喲。好食麼？嗰啲片的口感，而咩 QQ 嘅，有時像我等你做公麵，食起來有時口感，係食得飽嘅。披到香香嘅感嘅味，願意尋到那我一種本祭祖感到驕傲嘅農產品。祭祖島氣候文化適合種柑嘅，每家人嘅花園都會有一條柑嘅樹。唔過見柑嘅樹成嘅季節，故所柑嘅還係搶旺。柑嘅唔但搶本祭祖人帶來食嘅享受，咪帶來多項嘅經濟同文化。但對願意讓柑嘅人係人族國沙種，今年59歲。可是天天嚟來，安尼啊，同一個剪黑，哈，哦，認真各位見哦。國沙種團願意講，柑嘅有豐富嘅維生素，係祭祖島人最好嘅水果，咪係祭祖島主要嘅樹葉。柑嘅係祭祖農業嘅主要樹葉，一隻嘅大約有70%嘅農民係種柑嘅生活咧。喺頭擺搶愛種柑嘅都做得算正常大學嘅，故所以嘅樹嘅沒有一個特別的名嘅，按到大學樹。來，唔看一條柑嘅路熟嘅，米線用嘅。哇，滋潤，還有，伊雖然唔會甜，咩唔會過酸。唔該會咋個？
离开个人以前，高沙中教愿意用一道强中带往嘅邮寄咖咩做咖咩咩。一开始把咖咩切片，出一皮皮安尼切，错，好，再加入白糖磨入蜂糖，用一些蜂糖，各位用数强强嘅搅，等所有嘅糖融合。再把卤好嘅咖咩片放入乾嘅地杯，酸甜好食嘅咖咩咩都做好嘅，卤一熱都可以淋嘅哦。鸡煮到咩本人按到咖咩度，因為當地特殊嘅體質，種唔起其他嘅農產品。點都適合種咖咩樹。古早喺60年代，政府開始推廣咖咩樹，改善了多面嘅生活。咖咩本基主人帶來個好嘅生活，真是可以講父親教來。淳樸簡單嘅飲食文化係基主人嘅養生之道。基主人面對多變嘅自然，練了一身特別嘅生存本事。伊的用數表揚高山，表揚大海，豐富的海產，營養高的馬肉料理，還有甜甜酸酸的咖咩。基主人就係按呢一個靠山食山、靠海食海的民族，享受到簡單自然無過加工的好美食。